这平安。今日主日，咱是要来庆祝重阳节吼。所以咱邀请咱的上年大学，咱的阿公阿嬷来甲咱献诗吼。上年大学是咱教会伫所举办的社区的大学，吼，伫拜二到拜五早时啊9点半到10点半，拢这阿公阿嬷拢来上课吼，有介济载物，礼拜耶稣吼。虽然咱的阿公阿嬷内面有侪个抑阁毋是基督徒吼，毋过吼，即摆拢是慕道友吼。咱先来，咱拍拍甲伊欢迎一下吼。来，咱来先问上帝话语之前，咱先来祈祷。之前的祈求你的圣神到阮伫地，我要来亲近你的话语。望照着亲近你的话语，阮甲你的阮的性命甲你亲亲来建立。求你圣神帮咱，甲伊的时间放伫你的手中，用耶稣基督的生命。阿门。今日咱已经讲到哥林多前书吼，哥林多前书上有名的应该是13章吼，到咱客人所念一段经文吼。不过有这个机会讲到哥林多前书吼，我就无来讲迄13章吼，咱来讲14章吼。14章伊讲到音乐的这个问题吼。咱讲音乐，咱毋知是咧讲啥对无？音乐吼，咱的合法本传做啥？方言，方言。咱讲方言，大家知影吼。嘛可能无啥理解什么叫做方言吼。伊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方言，是咧指天使的话，吼，一款讲出来人听无的话。敢捌听过？各位兄弟，敢捌听过？吼，若毋捌伫教会听过，敢捌伫庙听过？当机嘛会讲方言的，起动就是会讲话袂？哦，讲话吼。大家知影无？好，以咱教会传统，对犹太教到基督教，教会传统嘛有即款的文化，就是方言吼。不过，这个方言，甲咱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所讲到的，当圣神降临，耶稣伊遐学生吼，总开始讲别国的话，无啥共款吼，无共款。伫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，耶稣的学生因是讲别国的话吼，伊的国中就是讲耶稣的学生是犹太人，不过因会当讲美国话，讲英语、讲台语，伊讲即款的话是人听的话吼，他是讲别人的母语，这甲哥林多前书所讲这个音语是无共款的吼。即摆咱就来讨论，保罗用一章14章，特别咧教导这个方言是咧创啥伊咧讲什么意思？伊讲音语就是方言，不是对人讲的，不是对人讲的语言，是对象讲的，是对上帝所讲的我感觉这个字无啥来着无，等下。你有较来无？本来我以为我老花眼，我拢无爱承认我有老花眼。你较来吼，伊讲音语，就是讲有一个人讲方言，伊讲这个话毋是对人讲的，是对上讲的，是对上帝讲的。当一个人伊咧讲方言的时阵，是对上帝讲的伊所讲的内面有侪奥妙，很多奥秘在里面。各位阿姐，你要讲咩啊？讲方言、讲音语的人，伊家己知影你讲啥无？伊家己知影你讲啥无？唔知。伊要讲咩啊？唔知啦。你要讲咩啊？你知还是唔知？知举手，唔知举手。我就知吼，我举手也是
大部分，无假小你认为是安怎？因讲方言的时阵，因家己知影因咧讲的代志无？我迄个因是唔知啦吼。好，所以保罗唔遐讲，因所讲的代安怎翻译出来，较会当对人有利的。吼，我要做一个解说吼，保罗伊的想法，所有上帝所赏赐咱的文书，吼，所赏赐咱的文典，保罗认为这有一个目的，吼，咱无论是上新这个弹琴，这个带歌，吼，这上帝赏赐伊的文书，吼，也是你看，咱的万来之书，这个交代，吼，这个个人，吼，教导人，这上帝赏赐互伊的文书。上帝所赏赐咱的文书有一个目的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利益别人，要互让别人得到利益，唔是要啊。重点是要互家己得到利益，重点是要互别人得到利益。保罗是用这款的观点咧看写所有的文书，所以当保罗咧讲方言的时阵，伊嘛认为讲，无毋对，咱伫聚会的时阵，咱咧祈祷的时阵，咱会当讲方言，会当讲。啊，毋过吼，若要讲来安怎？来有另外一个人甲伊所讲的方言，甲翻译出来，翻译出来。为什么？他都要讲啊，伊所讲的是对上帝所讲的内面有最最奥妙，很多很奥秘的事情。啊，你若无甲翻译出来，人拢听有，吼，都听无啊吼。所以保罗才有一个重点，介重要的，伊的观念就是讲，伫教会内面，伫聚会内面，你要讲方言无问题，会使讲。啊，毋过来有一个人啊，甲翻译出来。所以我推测。讲的人伊家己是唔知伊咧讲啥吼，无伊家己翻译就好啊，他自己翻译就好了吼。所以讲的人伊家己唔知伊咧讲啥吼。好，保罗就用另外一个文书来甲这个讲方言这个文书来做比较。保罗讲吼，有一款的文书就是做先知讲的吼。啊，其实这个做先知讲的这句话。这句话希腊文的原文吼，唔是讲道的意思，伊是做先知讲啥话？预言吼，预言。啥物叫做预言？各位兄弟，啊未到的代志，安那先讲出来好啊。刚才有这阿公阿嬷吼，迄个是伊咧因为，这是咱一般的解说，咱一般认为讲啥物叫做预言，就是代志还未发生之前，咱先安那。会当先讲出来，这叫做预言。毋过，这下咱讲的吼，事先你去预测未来要发生的代志，先甲讲出来吼。这是一般咱对预言的了解吼。所以咱会讲算命会当讲预言袂？会啊，算命会甲你算甲你讲吼。哦，你等一下安怎吼？你像我嘛会晓讲，你等一下食做饱哦。啊，你嘛是讲预言对无吼？你若好当啊留落来，你等一下食做饱吼。啊，若是讲先知，啥物叫做先知？哦，拢无咧看报地理吼。啊，先知啥？先觉，吼，拢会安那？先算的，拢知影未来要发生的代志，拢先觉。咱是用这款的了解咧翻译圣经吼。所以，甲遐个人嘛，反正先知，甲预言嘛，反正这个意思。毋过，伊本来意思是安尼吼。圣经所讲的先知甲预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什么意思？先知就是啥？上帝的罗卜，伊的责任，伊的任务，伊的mission，就是去替上帝传讲上帝的话，这叫做先知。哦，这群人。伊是要徛伫人面头前，甲上帝所交代互伊的话安那讲出来。所以预言就是啥物话？上帝交托互伊的话，伊爱甲讲出来。安尼知影无？虽然常常会去讲到未来的代志，毋过这个预言伊的定义重点毋是咧讲未来的代志，重点是啥物？
上帝之意，这是圣经内面所讲预言的意思。哦，啊，圣经内面讲先知嘛是这个意思，唔是咱目的伊迄个先知世界，是讲伊若徛在一个所在，伊要传讲上帝的话，伊就是什么？伊就是先知。好，安尼我要来考试，看大家有理解无？哦，所以说预言是宣讲上帝的话语。哦，好，那是安尼的话，现今现在，要刚有先知，有没有先知？基督教在教会里面，基本上刚有先知，有无？无，有无啦？有，啊，到底是有啊无？无，家里我讲，你比如他们那讲有无？安尼好吧？我答案都被你们讲光了哦。到底是有啊无？无啦。即摆的教会，现今的教会已经无亲像旧约迄款的，哦，穿迄个骆驼皮，哦，啊出来讲哦，以后要发生什么代志，无即款的先知。啊，毋过我都讲过，先知伊的职分是要创啥？传讲上帝的话，哦，所以伊若是咧宣讲上帝的话，伊就是先知啦。啊，即摆上拢咧讲宣讲上帝的话。哦，你我是先知呢。哦，你好，臭屁一下，我是先知哦。不止啦吼，即摆的先知第一项伊宣讲上帝的话，第二个，伊爱自旧约的先知共款，伊来啊嘛，指责时代的错误，就讲伫教会内面，哦，你会敢看出啊，咱遮一个基督徒。对你毋知出问题啊！就那亲像旧约的先知共款，伊嘛是徛出来骂遮以色列人、遮犹太人，讲恁对毋对，对毋对，对毋对，是毋是？啊来第三，介重要一件代志，伊会甲上帝的百姓徛做伙，做伙受苦。哦，这会当以旧约的耶利米来做一个比喻。哦，这个耶利米先知，伊拢咧伫指责。犹太人，你唔对，唔对，唔对，伊要听无？无爱听，啊若无爱听，伊无爱，咱会什么反应？你若无爱听哦，你家己安那？家己受苦啦，啊我咧，我要来走啊，对无？上帝交托我甲你讲啊，讲了你要听无？无爱听，安尼我安那？我转身就走，唔是呢？这个耶利米讲。所讲的伊无爱听，伊犹原甲伊的百姓嘛，徛做伙，到时做伙受苦。哦，同款，以前刚有先知，现在还没有先知，没有咯。那我们怎么那么可怜？当然是有啊，啊无一定是无出呢，是不是？各位兄弟，你若注重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伫倒咯？上帝话伫对，伫对啦，伫圣经啊，啊，敢若无水会当看，大家会看啊，敢若无水会当研究是无？无啊，大家都会当研究啊，所以大人都会当安怎？宣讲上帝的话，大家拢做先知。因为咱来徛在咱的信用，来看咱的信用的团体。敢若是无书看会出问题尔吗？应该是连个无书拢看无对无？对。你看咱拢知影吼。所以咱的兄弟，咱徛伫咱的信用的良知，咱嘛会当指出咱这个信用团体有啥物唔对，是毋是？第三，虽然咱讲出甲这个团体无共款的话，咱的意见甲咱的兄弟姊妹无共款。不是讲无共款，所以我要分裂，所以我要来走，不是，是咱犹原会徛做伙，共同来承担这个错误，这个结果，有这个疼心无？有。有甘愿无啦？有。咱是真做一个信用的团体，若是咱行唔对去啊，这个结果咱来所有的人做伙来安怎？来承受，是不是？是啊。
所以任何一个团体拢需要即款的先知。所以保罗讲，咱要做先知讲道，这是更加重要的，这是比迄个头头讲讲方言这件代志更加重要。保罗认为讲，所有听日即话，拢爱有这个迫切的心，嘛家己会当诚做有这个文书会当做先知来讲道，这是保罗伊的望，伊的期待，好，所以咱最后做一个比较，伊讲讲方言甲做先知讲道的比较是安怎？伊讲做先知讲道会当安怎？造就教会会当利益所有的人，毋过你安怎？讲方言敢若会当安怎？对家己有利益，因为伊所讲的是对上帝来的，有侪侪奥妙，所以保罗讲，咱要用理性讲5句会当共教导的话，会当赢过啥？讲1万句有人听无的话，是毋是？讲方言就是你拢听无伊咧讲啥？你讲1万句，伊嘛无啥物利益，这是保罗的教示。毋过这古怪的。即摆咱会定定听一寡错误的教导的教示啊，甲圣经无共款，甲保罗所讲的无共款。伊拢会强调至少三款的强调。第一讲，伊会讲啥物？伊讲你若是得救的基督徒，你若有得救，你就会安怎？你就一定要说方言。你没有说方言，表示你怎么样？还袂得救啦。你洗的上最洗的性情有落来无？性情还袂伫你心上的，所以你安怎？袂晓说方言，红美了他们做了一点调整，不是讲得救才当讲方言啦，你若安怎？性情穷坏的人就一定会说方言，对啊，这你也要讲方言嘞，所以你拢安怎？你拢无性情穷化啦即摆即款的教师嘛去用骂咧去换第三种。伊讲你都老卖讲圣灵充满了，你若生命比较成熟安怎讲？你硬反过呢？先生，就是安尼讲是无？好啦。你性命有够先生你就会安怎？会晓讲方言，所以讲晓这你会晓讲方言咧。表示啥？不成熟。各位乡亲，唔免担心。若有人安尼甲你讲的时阵，咱拢知影，即款的讲法甲圣经安怎？无共款，甲圣经无共款，完全唔是即款的教示。所以，各位乡亲，你若袂晓讲方言真正免烦恼。上帝无互你这个文书，上帝会互你别项文书。我看圣经看遐济四福音看这一届耶稣会晓讲方言嘞，无记载嘞，无记载耶稣讲方言。讲方言若是遐尼重要的代志是安怎无去提供耶稣会晓讲，袂晓讲。保罗讲伊家己会晓讲，嘛是干那为了遮要甲因对话的时阵，保罗讲伊会晓讲方言。其他嘛无记载讲保罗伫啥物时阵咧讲方言。最后要问一个问题，各位兄弟，今日咱毋是干那要教这个知识今日咧做一个探讨，是安怎有一寡基督徒伊要强调一定爱讲方言？为什么？是安怎会有一群基督徒，伊会遐尼强调一定得爱讲方言，伊无去强调讲一定得爱做先知来讲道，伊要强调讲一定要讲方言，为什么？是安怎？大家想想看，这甲咱人的心态有关系咱每一个人的心态有关系。是安怎人会去强调讲来讲英语，来讲方言？这群人伊袂去强调讲来讲道，来做先知，来宣讲上帝的话。他们不强调要宣讲上帝的话，因强调来讲方言，为什么？
心灵的沟通哦。啊，讲方言人就听无，咩要沟通啊？讲方言会感觉家己较接近上帝，是毋是？其实吼，咱若伫厝里祈祷，咱嘛是最接近上帝，是毋是？好，我讲一个理由互大家参考。人吼，人较介意神秘的代志，神秘，吼，神秘会当互你安那？你如果吼，你若知影神秘的代志吼，你就比别人安那高人一等。哦，这个神秘的代志吼，毋是这人拢知影的，啊，毋过我安那，我倒无输知影呢，吼。我甲上帝有特别的关系吼，我会当用恁听无的言语，甲上帝讲话，安尼恁会惊袂？各位兄弟，你会惊我袂啦？袂惊哦，你毋惊我用恁听无的话甲上帝告状、打小报告吗？就是讲吼，即你讲这人拢歹人，上帝你替我处理一下，你袂惊哦？各位兄弟。当有一个人会晓讲神秘的话的时阵，伊会晓做神秘的代志的时阵，其他袂晓做、袂晓讲的人，心会安怎？会惊，会尊敬，知影袂？咱人吼，人会借着神秘，把自己怎么样抬高起来，表现出我甲你安怎无共款，咱的程度无共款。你的程度比较低，恁讲的话吼，拢听有啦。啊，我的程度咧比较高啦，恁听无我咧讲啥？各位兄弟，即摆有一个人用言语咧讲道理，你会感觉伊程度较悬咧？啊，伊若用法语咧讲道理，你感觉哦，这样啊，这个赞哦。啊，法语对法国人来讲也是平常话啊，是不是？英语对美国人来讲是不是平常话？重点是因为咱安那，咱听无啊，咱听无就感觉伊安那，较悬。哦，各位兄弟，这是一种人堕落的心态。要去找找这款神秘的代志。啊，互家己啊嘛，变较悬。啊，若为这个心态来看，无一定是讲方言哦。有当时啊吼，各位兄弟，咱基督徒吼，嘛会犯一个错误。咱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哦，有当时啊会去讲一寡非基督徒听无的话呢。要信无？要鼓励无？外口的社会，若讲到法律，叫做法律对无？啊，咱讲啥？咱讲律法嘞，我们说律法。外口讲兄弟，啊，咱讲啥？咱讲弟兄。咱想要讲甲伊无共款，甲要讲无共款。讲一寡无共款的话吼，咱会安那？高人一等。咱会较飞起来，你知无？哦，我们会浮起来吼，表示我们跟你们一般人怎么样？不一样。各位兄弟，咱基督徒的确甲这个世界其他人无共款，啊，毋过毋是无共款伫这个所在，毋是无共款，咱要较骄傲，毋是无共款，咱要地位较悬。无共款的所在是咱要亲像耶稣基督，甘愿做奴仆，甘愿吃亏，甘愿受苦，这是耶稣基督所做互咱的款式。咱要无共款伫这个所在，咱毋是要无共款伫这个行神秘的路线，行一寡人看无的代志，讲一寡人看无、听无的话，来表示咱安怎？咱较悬。对啊，这咱今日以这个讲方言这个类，虽然咱袂晓讲方言，啊，不过咱犹原会犯共款的错误，哦，
咱会用一寡人袂晓去做一寡人袂晓无识嘅代志，来表示咱安那，咱的地位无共款。嘛，哪会当颠倒转来想保罗伊的观念？保罗的概念是讲，咱若要做这件代志，是因为这件代志对别人安那有利益、有帮助，毋是干嘛想到咱家己尔。嘛，咱会当用这个观点，用这个思考来反省，来行做咱所有的行为，同心来祈祷。之前的爸，阮感谢你赏赐阮最无共款的文字，最无共款的文典，伫阮这个信仰群体内面，有的人会宣讲上帝的话，有的人会弹琴，有的人会思维，有的人会祈祷，有的人会去照顾别人，有的人做劳款待，有的人伊嘛会互别人来照顾。阿爸爸，这是你所受的文字。阮每一个人拢无共款，啊，毋过帮助阮。当阮咧使用这个文字的时阵，阮心真心知影，阮所做的一切代志，要互别人得到利益，要互其他的人得到造就，毋是要互家己得到利益尔。感谢你安尼稳定，款对待阮每一个人，求阮所行所做合你的心意，得到你的欢喜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。Amen.